BNO 簽證人士申請永久居留嘅最低要求，好可能由 B1 升到 B2 程度。所以今日我哋講下一個好重要嘅國際英語考試，31學院綜合技能英語 Integrated Skills in English， 簡稱 ISE 嘅 B2 級別考試，即係 ISEE。乜嘢係 ISEI？What is ISEI2？ 首先 ISEI 係專為達到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 CEFRB 2級別嘅英語學習者設計嘅。呢個資格受到好多機構認可，可以作為你具備閱讀、寫作、口語同聆聽能力嘅證明。如果你係喺英國考 SELT Secure English Language Test， 你必須喺同一日考晒兩個單元，成功通過晒兩個單元之後，你就會獲得 ISEI 嘅資格證書。考試結構好清晰，分為兩大模組：一、閱讀及寫作 Reading Writing， 考試時間係2個鐘；二、口語及聆聽 Speaking Listening， 呢個係1對1嘅對話形式，大約18分鐘，連同考官行政時間總共約20分鐘。兩個模組都要合格，你先可以攞到 ISEI 嘅完整證書㗎。證書會詳細列出你喺每個技能閱讀、寫作、口語、聆聽嘅成績，即係 pass 合格、merit 良好或者 distinct 優異。筆試包括閱讀及寫作 Reading Writing Module， 呢個模組有4個 task， 總共2個鐘。任務1，長篇閱讀 Long Reading， 內容你會讀一篇大約500字，分成5段嘅文章。文章內容通常比較複雜，包含事實、觀點、論點或討論。題目類型15條問題，包括幫每個段落配對最適合嘅標題 Title Matching， 揀出正確嘅陳述句，以及填寫句子，完成空格。建議時間大約20分鐘。任務2，多文本閱讀 Multi-text Reading， 內容你要閱讀4篇短文，總共大約500字，主題相關。其中一篇會係資訊圖表 Infographic， 例如係圖表或地圖。題目類型15條問題，包括多項配對 Multiple Matching， 將問題配對到對應嘅文本，同埋揀選8個陳述中嘅5個正確陳述。重點訓練測試你喺多個文本中理解主旨、尋找細節同埋歸納總結信息嘅能力。建議時間大約20分鐘。任務3，閱讀轉寫作 Reading into Writing， 內容寫作一篇150到180字嘅文章，文體可能係描述性或議論性。文章、電郵、信件、評論或報告。關鍵要求：寫作內容必須只取材於任務2嘅4篇閱讀文本。評分重點：考官會評估你點樣將閱讀材料用自己嘅語言 paraphrasing、summarizing 嚟整合、歸納同埋轉化，以符合寫作目的。建議時間大約40分鐘。任務4，延伸寫作 Extended Writing， 內容獨立寫作一篇150到180字嘅文章，文體同任務3類似，例如係文章、電郵、報告等。主題範圍通常涉及社會與生活水平、個人價值觀、工作世界、環境問題、公眾人物等 ISEI 嘅特定主題。建議時間大約40分鐘。口試及聆聽 Speaking Listening Module 合埋一齊考。呢個模組採用1對1形式，總共18分鐘。喺整個口語環節，考官會評核你4大範疇：溝通效能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互動聆聽Interactive Listen、語言控制 Language Control 同埋表達 Deliver。ISEI 要求考生具備一系列嘅 B2 語言功能，例如發起同維持對話 Initi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Conversation， 表達同擴展觀點 Expressing and Expanding Ideas and Opinion， 闡明優點同缺點 Highlight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推測猜測 Speculate， 表達贊同同反對 Expressing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提供建議 Giving Advice。任務1，主題討論 Topic Task 4分鐘，要求喺考前你要準備一個自己選擇嘅主題 topic。準備工作你可以帶筆記、思維導圖 Mind Map 或者一個小物件，例如相片或獎牌，但唔可以係手機嚟支持你嘅討論。流程你會同考官進行討論，你要將呢個環節視為一個雙向討論，記得要向考官發問問題。任務2，協作任務 Collaborative Task 4分鐘，要求考官會讀出一個簡短嘅提示 Prompts， 通常係一個困境 Dilemma 或一個觀點。關鍵你必須主動發起、引導同維持對話。你需要通過提問嚟獲取更多信息 Eliciting further
並且就考官嘅情況或意見進行持續嘅討論。考官角色，考官會自然回應你嘅提問同評論，但唔會一次過講太多信息或者主動引導對話。任務3，對話任務 Conversation Task， 2分鐘，要求考官會揀選以下其中一個主題同你討論：社會與生活水平 Society and Living Standards， 個人價值觀與理想 Personal Values and Ideals， 工作世界 The World of Work， 國家環境問題 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cerns， 過去同而家嘅公眾人物 Public Figures Past and Present。 目標，呢個係一個真實嘅信息、觀點同想法交流，你哋雙方都要負責維持對話。任務4，獨立聆聽任務 Independent Listening Task， 8分鐘，要求聆聽一段錄音，通常係一段長約2分45秒嘅獨白，會播放2次。第一次聆聽 Gist， 聽完第一次之後，你必須用1至2句句子向考官講出錄音嘅大意。Gist。第二次聆聽 Detail， 聽第2次時你可以做筆記，筆記唔會被評分。之後你要回應考官嘅指令，例如報告錄音中提到嘅優點同缺點、意見或想法。例如曾經有範例任務要求考生報告人工草皮嘅優點同缺點，或者南極洲旅遊帶嚟嘅問題同應對措施，亦有關於風能利用嘅優點同缺點。想喺 ISEE 嘅 Speaking 模組攞高分，你一定要做個 Star Test Taker 明星考生。一掌握提問同互動技巧，主動提問，成功嘅考生會發問問題，盡量使用明確嘅直接或間接問題，例如 Could you explain to me what the problem is again？ 而唔係只用聲調句式提問，例如 You think that？ 因為前者對考官嚟講更清晰。主導對話，喺 Collaborative Task， 你要承擔起對話嘅責任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versation。 你可以透過發問問題，評論對方所講嘅嘢，或者提供建議嚟推動對話。有禮地表達，避免使用唔禮貌嘅語氣，例如用 I don't think it can be 代替 Don't be ridiculous， 或者將命令句改為請求句，例如 Would you mind passing me？ 美文。2、積極聆聽 Active listening， 展示你正在聽。成功考生會展示佢哋有留心聽考官講嘢。你應該經常使用簡短嘅回應，例如 Yoo-hoo、right、yes、yeah、I see。 呢啲唔一定代表你同意，而係鼓勵對方繼續講落去。確認理解，如果唔確定，要花時間確認你完全理解情況，你可以要求重複 Can you repeat please？ 或者重複 echoing 對方講嘅關鍵詞句，例如希色天 18mm， 咁樣顯示你正在思考。3、應對猶豫 Managing hesitation， 善用填充詞，猶豫係自然嘅，但應該用各種方式嚟管理，而唔係只用或建議用法，當你需要時間思考時，可以試下用 Well， 通常喺開始講嘢時爭取時間。I mean， 澄清或重述 You know。Let me think。Hold on 意思係等等。4、寫作同詞彙方面，需要擴展詞彙。成功嘅考生會使用廣泛嘅詞彙同表達，多接觸唔同類型嘅英語材料、電影、書本、文章，同埋留意新詞彙。需要清晰表達觀點，喺討論中要清晰表達你嘅意見。如果唔確定，可以先要求對方提供更多資訊 ，eliciting further information。例如 Why do you think that？ 好啦，今日就同大家深入了解 ISEI 嘅所有細節。呢個考試不論係 reading writing 定係 speaking listening， 都強調綜合技能同真實溝通。記住，多啲練習主動發問同埋積極互動，你一定可以喺 B2 級別取得好成績。如果你覺得今日嘅資訊對你有幫助，記得俾個 like 啊，訂閱我哋頻道，同埋撳埋隔籬個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下次嘅考試攻略啦。下次見，拜拜。